家园重建的光芒点亮，为云嘉南的乡亲再造安定及幸福。同时，拿手板的技术团队代表，听到3、2、1，同样请您高举手板。好，我们就请各位贵宾请准备喽。各位贵宾，请各位请看我们前方的镜头哈，在挥手的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好，待会儿的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倒数，当我说出3、2、1，请按下的时候，就请各位贵宾来按下光柱喽。好，那我们请各位请准备一起来倒数喽。3、2、1，请按下。齐心点亮，再造幸福，因为有你，让家园再起。谢谢，我们邀请台上所有的贵宾，请各位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机，合影留念，请各位给我们最灿烂的笑容，谢谢。